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我係神婆 Ella。今集主題係怪物研究，發生時間係1939年，美國愛荷華大學一個不道德人類研究。研究內容係對22位孤兒進行非自願性口吃實驗。研究一直冇發表，直至到2001年6月11日，《聖荷西水星日報》調查記者發表咗一篇文章，透露細節內容。同時跟進仍然在世測試者透露咗呢班人冇人知道係實驗。測試者聯同佢哋屋企人向愛荷華州提出聯合訴訟。2007年8月17日，愛荷華州向7名實驗者賠償總共95,000美元。實驗時間進行咗6個月。雖然唔係咁耐，但係已經令部分實驗者造成永久性心理同情感創傷。進行呢次實驗原因係因為20世紀美國人出現口吃情況好普遍，大約係100人之中就有一個。愛荷華大學語言學博士溫德爾·約翰遜，佢冇放棄改善自己講嘢能力，終身研究同治療方案。經過多年調查同自身實驗，得出一套理論，認為口吃主要原因係嚟自環境，例如父母認定話俾佢哋知有口吃問題，小朋友就會覺得緊張同敏感，口吃情況就會越嚟越嚴重。為咗證明自己理論係正確，約翰遜博士喺愛荷華州偏遠地方一間專為士兵孤兒而設立嘅兒童院揾實驗對象。孤兒院批准原因，以為係一項正常語言缺失治療，而呢班小朋友一樣以為係語言治療，直至到2001年先知道事實真相。博士選出咗22位小朋友，10個有口吃，12個講嘢正常，分為4組。A 組有口吃實驗組5個，過程中話俾佢哋知佢哋講嘢能力正常，冇口吃。B 組有口吃對照組5個，話俾佢哋知佢哋講嘢能力好差，要接受傳統語言治療。C 組冇口吃實驗組6個，話俾佢哋知佢哋講嘢能力有問題，開始有口吃，要即刻糾正，如果唔係最好唔好講嘢。D 組冇口吃對照組6個，話俾佢哋聽佢哋冇口吃，而且讚佢哋發音好好。博士揾咗愛荷華大學研究生瑪麗道陀一齊做實驗。瑪麗第一次去孤兒院挑選小朋友，先測試佢哋係用左右定係正常右手，因為當時有一個理論，口吃係大腦失衡引起，例如一個左右夾硬要佢哋用右手，佢哋神經系統會出錯，影響說話能力。博士唔相信，不過仍然接受瑪麗建議。最後4個組別入邊都有左右小朋友，挑選期間分別為佢哋安排咗編號。實驗時間係1939年1月至5月底，每隔幾個禮拜就會去孤兒院一次，同每個小朋友大約交談45分鐘。臨床記錄方面， C 組冇口吃實驗組5歲洛馬吉恩普格講嘢非常困難，上個月講嘢正常。同一組9歲貝蒂羅普洛夫幾乎唔肯講嘢，大部分時間用雙手揞住對眼。同一組15歲希素係全部實驗者之中年紀最大一個，變成自我意識更加強，更加少出聲。6個小朋友全部學業退步，其中一個男生唔肯喺堂上背誦。11歲克拉倫斯菲佛，佢話講嘢好似卡喺喉嚨裏邊一樣。第6個馬尼科拉斯克，性格孤僻，脾氣暴躁。問佢最好朋友知唔知佢講嘢有問題，佢話唔知道，因為幾乎唔同佢哋講嘢。實驗結束之後2年，佢逃走咗。2001年，記者揾到佢本人講返當年情況，呢個我哋之後再講。實驗結束之後幾個月，孤兒院發現呢班小朋友講嘢能力出現嚴重問題，即刻聯絡博士。博士要求瑪麗同小朋友做一次評估，嘗試用積極療法去扭轉實驗影響。瑪麗喺39年12月寫咗一封信俾孤兒院，
內容話如果可以，想喺聖誕節去一次孤兒院。最後佢喺40年3月先去到做評估。對於呢班小朋友講嘢能力惡化，佢覺得震驚。尤其11歲克拉倫斯菲佛，即係講嘢卡喺喉嚨嗰個，同年紀最大希數。佢哋兩個問題最大。嘗試治療之後，瑪麗覆咗封信俾博士，話發現佢哋冇我想象中咁易擺脫舊年我對佢哋嘅治療影響，但因為佢仍堅信評估標籤理論，所以佢冇失望。41年1月3日，瑪麗收到博士回信，亦係最後一封信，內容話校長同佢講，編號16號希數已經離開孤兒院。佢講嘢能力好差。呢份論文係由瑪麗負責寫，一直冇發表，直至到2001年俾人揭發，2005年已經公布出嚟，到而家喺愛荷華大學資料庫都仲揾到。呢個係2戰時期。實驗結束之後，瑪麗加入咗海軍，1945年返咗愛荷華州。佢諗起6年前自己參加口吃實驗，當年已經交咗論文，佢好想知道進度報告，同時想博士幫佢揾份工。佢聯絡博士之後，發現博士對佢好冷淡。佢知道博士擔心呢個實驗會俾其他人知道，所以唔想佢喺自己身邊出現，因為可能會斷送佢職業生涯。2001年報紙份文章，測試者科拉斯克話佢唔中意俾人笑，所以成日打交。佢越反抗，啲小朋友就越笑佢。佢好討厭孤兒院，成績更加下降，越嚟越少講嘢，孤獨感越嚟越強烈。有一次佢爬咗入閣樓，入邊好黑，好多灰塵。佢坐喺地板上幾個鐘，淨係望住窗外其他小朋友。去到夏天，有一個女同學叫奧斯曼，14歲，佢俾其他男生笑，佢走去打咗個男生一拳，兩個成為好朋友。科拉斯克唔知道奧斯曼一樣有嚴重口吃，佢哋兩個都係實驗者。之後佢帶咗奧斯曼上閣樓，呢個地方成為佢哋避難所，兩個成日上去玩。41年春天，佢哋已經放棄會有人收養希望，決定逃走。佢喺閣樓揾咗一條舊褲同一件舊外衣，將啲頭髮塞入帽裏邊，兩個一齊走，搭順風車去到科拉斯克家鄉艾米茲布。科拉斯克揾到自己親生媽媽，第二日佢同媽媽去湖邊釣魚同傾偈，佢好開心。傾傾下，突然有個差人出現，問佢係咪科拉斯克，佢話唔係，轉身想走。佢阿媽拉住佢隻手，同差人講話係。最後佢被帶走，送咗入鎮上監獄，指控佢離家出走。同一日，奧斯曼都被捉到，一樣受到檢控。佢哋諗到要返孤兒院，好難過。不過第二日，警方話孤兒院唔再接收佢哋。因為多次逃走失敗，佢哋最後被帶到一間安全性更高女子訓練學校，度過戰爭時期。1945年，科拉斯克認識咗一位男士，身形高大，性格外向，搬去愛荷華州10年。佢唔會笑科拉斯克講嘢能力同學歷問題，經常鼓勵佢參加多啲社交活動。兩個結婚之後生咗3個小朋友。呢段期間佢已經唔記得晒孤兒院嘅事，講嘢能力改善咗好多。度過45年幸福婚姻生活。1999年12月30日，佢丈夫過世，科拉斯克口吃問題又再次出現。佢大仔好擔心，雖然佢以前講嘢有時都覺得困難，不過今次嚴重好多。科拉斯克自己都知道，嘗試用瑪麗當年教佢技術改善，不過完全冇用。佢開始收埋自己，搬咗去愛荷華州退伍軍人之家，喺房門外長期掛住請勿打擾嘅牌，準備大量食物、水、工藝品同錄影帶喺房，好少出房。2000年5月，佢孫女結婚，去到酒店，佢坐喺最角落頭，係咁問個仔幾時可以返屋企。聖誕節家庭聚會，佢最多只可以忍受5分鐘，之後就要返入房。聖荷西水星報呢篇文章出咗之後，引起好大迴響。啲人根據瑪麗當年記錄，揾到22位實驗者之中，其中20個，最少有13個仍然在世。科林斯係 D 組，被稱讚嗰幾個，所以冇受任何影響。佢知道事實之後，話佢哋為咗目的不擇手段，同納粹一樣。
77歲多恩布珀話，每個禮拜都有唔同大學人員同佢哋做測試，完全唔知道佢哋做緊乜。洛馬吉斯普格6歲之前說話流利，實驗結束之後變成口吃。咁多年以嚟一直受到折磨，佢唔知點解覺得同人相處好困難。童年搬過好多次寄養家庭，甚至有幾次被拒絕，因為覺得佢唔合群，成績又差。而家已經過緊隱居生活，唔會參加高中同學聚會，唔會出門口，除咗自己仔女之外，基本上唔會同其他人講嘢。科拉斯克知道呢個實驗之後好震驚，決定要佢哋為自己做嘅嘢付出代價。佢先聯絡律師同其他實驗者，之後再打俾愛荷華大學，要一份瑪麗當年未發表論文 copy， 同時要求要瑪麗而家聯絡地址。佢寄咗一封信俾瑪麗，內容係話自己人生被佢偷走，提佢要永遠記得自己過錯。好啦，今集又係咁多，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